做完白內障手術之後咧，呢排睇都蒙查查，我上網 check 咗啦，原來有所謂嘅二次白內障，即係薄膜增生啊！我今日特登嚟咗海明視力中心檢查一下。今日嚟係咪 check 隻眼睛先？1年啦，上次咧你就有少少紋嗰個晶體，希望今日咧就係一樣咁靚，同埋視力好好。占士過嚟同你 check 咗先。嗱，占士請坐。嗱，希望你冇眼疾啦。我升翻高先，唔使你就，因為個腰骨好緊要噶。咁樣2分鐘得唔得？占士？嗱，冇問題就嚟咯喎，眨眼。呢個係非接觸嘅，恭喜你先。你隻眼健康嘅，冇薄膜增生啊，有好嚴重飛蚊症啫，冇乜特別。占士你自己過嚟睇。好，增生薄膜就冇噶啦。嗱，呢度一點啦，呢粒就係飛蚊混濁，濕碎，正常嘅。你年青人實有啊。嗱，呢度咧就以前我睇到嘅兩劃，因為微創要塞個晶體落去，嗰陣時唔覺意勾花咗，所以咧1年前嚟我一睇就知道你做咗白內障手術。放心話，呢個白內障手術好成功同埋好靚。你1年後嘅今日冇增生薄膜，即係後囊膜增生，應該就冇噶啦。嗱，占士咧，而家你驗完眼啦，我有咗你數據咧，我就諗定俾一對日本製造嘅東海，可以令你個葉黃素減少流失，起碼黃斑點病變嗰度冇咁易有，同埋冇咁易增生薄膜。一陣間揀埋眼鏡。嗱，呢啲鏡咧，啱啱我做咗個代理，係真係唔錯嘅。難得你1年後嘅今日嚟，我梗係要好好咁護你隻眼啦，唔好話亂咁配啲不明來歷嘅鏡啦。好緊要啊！係啊，對隻眼好緊要，一生一世㗎。我想揾你咧，睇睇隻眼。如果我冇記錯咧，2年前同你 check 咗，應該係後囊膜增生，即係俗稱增生薄膜。嗱，仲有好多混濁，見到啦，啲咧就係飛蚊症。咁陣間我教你消除頭先一嚿雲嗰啲混濁，我有辦法，但係一陣間你留一留低，同你 check 翻你要咩度數。起碼改善咗你度數先，跟住就同你改善飛蚊症。而家咧，我哋都市人咧成日打機咧，冇戴眼鏡嘅人咧，好容易一點點。我曾經同一個客 check 到，好似梅花鹿咁，我就做咗啲保健嘢俾佢，佢喺3個月後翻嚟，嗰一點點慢慢淡咗，即係成功嘅。咁如果有呢個問題咧，你可以上嚟啊！我唔係醫生，但係我可以用啲保健嘢幫佢，係冇副作用嘅。你上嚟我就幫到你，希望你哋真係對隻眼好啲啦。最後一個問題咧，就係有眼疾嘅人咧，真係小心啲去做一個視力保健。例如咧有點點，唔係代表戴太陽眼鏡可以減少嗰啲點點。希望咧就吸收紅光。紅光喺邊度嚟咧？你上嚟我教你，千祈唔好自己自把自為去做一樣嘢。如果唔係，你嘅點點變咗白內障同埋黃斑點飛蚊症嗰陣時就出事噶啦。就希望你哋上嚟，我教你點做。我哋有一個保健嘅物件送俾你哋，歡迎你哋香港人啊，或者想識我公司嘅人上，你幫我，我幫你，多謝晒先。香港嘅朋友咧，如果你做完手術咧，同埋要精準嘅驗眼咧，就嚟揾我哋啦。我哋有4個視光師團隊可以幫到你哋嘅，同埋咧我哋同福田金盈達人咧合作，所以你哋揀眼鏡鋪咧真係細心啲揀，最好就揾我哋2間啦。多謝咁多位香港人，多謝晒。